卫桥新衣是台南在地制造检测设计的原料厂，近年来因应疫情，国内检测需求大大增加，便致力伫咧演化快筛试剂的原料，供应给国内侪间生技大厂使用。为协助防疫，卫桥新衣伫年前就已经捐了500剂快筛剂，给市府运输处。现在佫加码，佫捐出1000剂给社会局，提供给咱市社福机构工作人员使用。市长黄伟提到下晡，由社会局长陈英基以及立委林义景服务处执行长朱正轩的陪同之下，代表接下这份防疫大礼。非常感谢卫桥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善行义举，来捐赠台南市政府还有社会局1000剂的快筛试剂，能够提供给在机构中间的一些工作者以及我们的社会局的社工。能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哈。我们除了建制安全存量之外，也感谢卫桥能够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及时雨，尤其庄董事长和郑执行长2位都是非常年轻的企业家，能够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让在第一时间我们的充实我们的防疫量能。也很谢谢朱执行长的，就是非常的热心，然后让我们在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期，然后可以做一些贡献，微薄的贡献。那其实，在年前有缺快筛试剂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先捐赠500剂出来了。那也是朱执行长的帮忙，那非常感谢。社会局表示，这次这1000剂快筛剂将分别提供给咱市长照、日间作业设施、营利及家庭单位服务人员以及职工使用，也希望透过卫桥新意的合作，会当号召更多社会企业以及公益社团共同防疫，做伙守护市民的健康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